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7篇第1节到17节，路得记第1章第1节到18节，腓利门书第1节到2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爱心与信心。我们说有爱就无爱，前面的有爱是在讲人必须要有爱心，那后面的无爱呢，是没有障碍，是需要有信心的。为什么爱需要有信心呢？事实上，在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，基督信仰的基础是爱心，是信心，这两者是不可分的。因为有信的基督徒就必须活出爱来，因为有爱而表现出我们的信心。如同耶稣基督在新的诫命当中所说的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因此就知道你们是我的学生。因为有爱，就表达了一个见证，就是表达出我们是属耶稣基督信仰的学生。保罗先生的教导提到爱的时候，也这样说：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是间接从镜子里所看见的影像，模糊不清，将来会面对面看得清清楚楚。现在对上帝的认识不完全，将来就会完全，正像上帝完全认识我一样。然而，信心、盼望、爱这三样是永存的，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爱。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到13节的经文。路得记是一本短而有趣的经文，但是也是基督教外邦宣教的重要经典之一。因为圣经路得记中的主角路得，她就是一位外邦的女子，却因为爱所带出来的信心，而让她成为以色列家的一份子，也因此在上帝的救恩计划中，她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。路得的公公以利米勒、婆婆拿俄米以及他们的2个儿子，因为以色列发生了严重的饥荒，他们就逃到了邻近的国家摩押国去。后来以利米勒死了，2个儿子分别在当地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，大儿子娶了俄尔巴，小儿子娶了路得。但是不幸的是，2个儿子也相继的去世，剩下了3位女性。蛮有爱心以及同理心的拿俄米告诉2位媳妇说：你们各自回娘家去吧，愿上主以仁慈待你们，像你们善待了我和已故的人一样。愿上主使你们2人有机会再结婚，都有归宿。起初这2个媳妇都拒绝了拿俄米。圣经的记载，2个媳妇就放声大哭，对拿俄米说：不，我要跟你回到你本族的人那里去。接着拿俄米又对他们说：女儿啊，你们还是回去吧，
为什么要跟我走呢？我还能再生儿子来做你们的丈夫吗？回去吧，我的女儿。走吧，我已经太老了，不能再结婚了。就算我还有一点希望能在今晚结婚，而且生儿子，你们愿意等他们长大吗？你们能等着不去嫁别人吗？不，我的女儿啊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上主惩罚了我，我很为你们难过。这是拿俄米十足的爱心呐。拿俄米他完全站在两位媳妇的角度去思考，他不希望他们年纪轻轻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牺牲，面对这样的难题。他希望他们能够回到娘家之后还可以改嫁。后来俄尔巴接受了，就像她的婆婆拿俄米来告别。因此拿俄米就对路德说：路德，你嫂嫂已经回她本族和她的神那里去了，你也跟她回去吧。但是路德他却仍然坚持不离开。他又说：请不要叫我离开你，让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你到哪里，我也到哪里。你住哪里，我也住哪里。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，你的上帝是我的上帝。你死在那里，我也要死在那里，葬在那里。除了死，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们分离。要是我们背誓，愿上主重重的惩罚我。这样的爱扩及到了信心的层面，因为他完全不知道将来的生活会是如何，可是他觉知。特别我们看到拿俄米所说的那一番话，可以说是完全的没有盼望。但是路德他却觉知，他愿意完完全全的献身，成为拿俄米的一家人。保罗在给腓利门的书信，要求所谓的他的同工腓利门展现爱与信，因为他有一位逃跑的奴隶阿尼西摩。后来在监狱里面呢，他成为保罗的忠心的同工。在基督信仰里面，保罗提醒腓利门的一个信仰实践。保罗这样对他说：既然我是你在基督里的兄弟，我本来可以大胆地吩咐你做该做的事，可是爱心催逼我向你提出请求。虽然我保罗身为基督耶稣的大使，现在又因他的缘故成为囚犯，这是愿意这样做。保罗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在后面要请求腓利门实行的事情，跟信仰实践有非常的关系。那件事就是要求腓利门赦免阿尼西摩的逃跑。保罗又这样对他说：我对你的请求是为了阿尼西摩，他是我在基督里的儿子。我在监狱里的时候，做了他灵性上的父亲。从前他对你没有什么用处，现在他对你对我都有用处。现在我送他回到你那里去，等于把我自己的心送去了。我本来想留他在我身边，让他在我为福音坐牢的时候替你侍候我。
不过我希望一切都是出于你的甘心乐意，而不是出于勉强。没有你的同意，我什么都不愿意做。阿尼西摩暂时离开了你，也许要使你永远留着他。不但如此，保罗还声明阿尼西摩是基督里的恩典里不再是奴隶，而是兄弟。保罗又说，现在他不再是一个奴隶，而是远高过奴隶，因为他已经在基督里成为亲爱的兄弟。对我来说，他确是如此，何况是你？因为你们既有主仆的关系，又是主内的弟兄，所以如果你把我当作亲密的朋友，你就接纳他回去吧，就好像接纳我一样。要是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或者亏欠了你什么，都记在我的账上好了。我在这里亲笔写下，我保罗负责偿还。所以弟兄啊，为了主的缘故，让我向你求这个情，好解除我精神上的负担。我们都是基督里的兄弟，我深信你会听从我，我才写这封信。其实我知道你所做的会超过我的要求。保罗这样的一个直白的要求，是因为爱心跟信心在信仰上是一体两面的。爱心是信心的实践，这不但是腓利门的功课，也是今日你我基督徒们的功课。今天的经文诗篇37篇第1节到17节，篇幅比较长，请兄姐自己来研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感谢上帝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，也让我们有机会在生活上面来实践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有见证的基督徒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